可能未必係成績表上見到，但係一定係你人生個路途裏面咧，今日你努力過嘅經歷咧，係幫到你日後咧面對你未可知嘅未來。我想感謝教呢兩科嘅顧 Sir 同 Miss Chan，佢哋對我哋指導有方。我記得不論係喺堂上定係課後都問顧 Sir 問題。咁呢一個信仰咧，帶俾我生命咧有好大